John Newton 哈，一个西班牙的美国人，佢爸爸是美国人，佢妈妈係英国人哦。佢寫一個曲嘅吼，佢基督教地方度哦，天出名。泰國嘅天出名吼，叫做奇異恩典。叫佢意思人寫時哦，佢喺做乜生意的？佢賣黑奴啊，黑奴個賣人啊，無人然後賣無人做安尼真唔好嘅生意哈。要做船員吼，所以伊都壞習慣啦。要伊是人寫時啊，就坐船呢就碰到台風台咯，差唔多嘅船都沉落去啊。佢就個冇辦法嘅事啊，佢就禱告同上帝講，你係叫我吼，那以後要做你嘅奴僕啦。佢即個賣奴僕，佢講你係叫我要做上帝嘅奴僕啦，嚇。佢後來佢就冇事哦，冇事佢就只能叫佢一禱告吼，佢就做上帝嘅僕，冇講賣嘅黑奴吼，冇講賣人嘅啦，哦，一個曲呢慢慢呢就高飛地方度吼，就清出名吼，叫做奇異恩典吼，那啲啊就一樣睇睇睇吼，有時把寫上去，所以唔有意思。